2019年83歲嘅謝賢正喺度同朋友喺外面食飯，手機入面突然間跳出自己嘅死訊，死因、病房號、仔女痛哭嘅細節被寫到清清楚楚。嗰一晚佢生勾勾咁睇完咗自己嘅死亡通知。2026年89歲嘅謝賢真係走咗。呢一次比死訊更惹人關注嘅係嗰份轟動全網嘅遺囑，上億嘅家產竟然一分錢都冇留俾親生仔謝霆鋒，父子兩個人真係反目到呢一個地步。隨住呢一份遺囑嘅拋出，兩段被埋咗幾十年嘅懸案再次被撕開。當年謝賢欠下嘅天價賭債，狄波拉去揾賭王何鴻燊嘅嗰一晚，究竟發生啲咩嘢呢？點解債務第二日就已經被抹晒？謝霆鋒到底係唔係謝賢嘅親生仔？16歲簽低咗賣身契替父還債，點解到頭嚟老豆房嘅竟然仲係佢？呢對父子拉扯咗大半世人，到底收埋咗啲咩嘢計唔清嘅舊賬？大家好，我係阿切，本期先嚟大講，我哋就嚟深度拆解一下謝賢被流言、金錢、感情綁架嘅一生。第一章，17歲面試落選，18歲爆紅全港。謝賢原名謝家玉，17歲嗰年佢走去投考演員訓練班，第一輪就被拆咗落嚟。換住係其他人肯定係灰溜溜咁返去讀書噶啦，但係佢冇，亦係運氣好嘅。電影人潘炳權一眼睇中咗佢嘅外形，直接將人帶入咗電影公司。1954年，留下山水喉開拍，冇跑龍套，冇客串小角色，連配角個過渡期都慳翻。18歲嘅謝賢直接做上男主角。後來個簽入咗光藝製片公司，同嘉玲、南紅、胡楓呢一批當時最紅嘅演員搭戲。13年時間，主演咗72部電影，部部都係男一號。嗰陣時嘅粵語片男主角大多數都係忠厚顧家嘅好男人，落魄苦情嘅窮書生，或者係逆來順受嘅落難青年。觀眾睇慣咗啲溫吞嘅角色，謝賢一出場完全係另外一種套路。情賊、花花公子、浪子、英雄本色，淨係睇個片名就可以估到佢演係咩人啦。西裝永遠係燙到不直，頭髮梳到一絲不苟，眼神入面帶住一啲漫不經心嘅輕佻。你明明知道呢個男人靠唔住，但戲入面嘅女人仲係心甘情願跟住佢走。佢仲曾經喺《神鵰俠侶》入面飾演過楊過，俊朗灑脫嘅俠客模樣，成為咗嗰一代觀眾嘅共同熒幕記憶。戲外嘅謝賢事業上面唔肯安分，60年代開始佢已經唔滿足淨係做一個演員。1961年佢先係同導演陳文、嘉玲合組兄弟電影公司，作品仍然由光藝嚟發行。嗰陣時嘅光藝正係粵語片嘅重鎮，從1955年到1968年拍過100幾部電影。謝賢、嘉玲同埋南紅都係招牌，日日都同呢一班班底拍戲。佢慢慢唔再滿足於等公司派戲啦，開始自己揾項目、湊班底、傾發行。試過做老闆嘅滋味之後，佢乾脆又成立咗謝氏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監製、導演一手揸，連自己嘅身家都壓咗入去。風光嗰陣時佢係全香港最體面，亦都係最招搖嘅男人。定製西裝、限量跑車、半山豪宅，飯局永遠係最頂級嘅排場。但係開公司燒錢，投資有賺有蝕，撐場面更加係一個無底洞。後來纏咗謝家幾十年嘅嗰堆爛賬最近夠底全部都係呢一個時候埋低嘅。到咗70年代，粵語片逐漸退出咗市場，佢順勢轉投電視圈。1978年正式加盟 TVB， 迎來事業第二高峰。1980年《千王之王》播出，佢演嘅千王羅四海氣場全開，火遍咗兩岸三地。佢本來就喺屋企入面排行老4噶啦，千王之王羅四海一出場，四哥呢一個稱呼就係咁樣開始嗌開咗。後來佢又接連拍咗《萬水千山總是情》、83版《射雕英雄傳》等多部爆款劇集，從粵語片首席小生穩穩咁樣轉型成為咗港劇黃金時代嘅台柱演員。第二章，連李小龍都要結交嘅7人幫，如今只係得翻一個。佢最風光嘅嗰幾年入面身邊從來都未孤身一人。張聰、謝賢、陳志強、陳浩、秦祥林、鄧光榮，再加上沈殿霞，7個人義結金蘭，就係當年香港娛樂圈鼎鼎有名嘅銀色鼠隊。
張聰係大哥，謝賢排行第二，沈殿霞係最細嘅七妹。呢一班人唔淨只係湊埋一齊吃喝玩樂嘅酒肉朋友，呢7個人各自手入面都係有資源。陳志強後來成為咗金牌經理人，鄧光榮能演能開公司，沈殿霞橫跨電影、電視同埋主持。演員、製片、經紀、片商幾條人脈都俾佢哋領埋咗一齊。邊個開新戲，其他人二話不說就過去客串撐場。邊個遇到麻煩，一個電話打出嚟，肯定會有人會出面擺平。巔峰時期嘅銀色鼠隊握住港圈嘅半壁人脈，連李小龍從荷里活返到香港發展，都專程登門拜訪，足見呢一班人當年嘅份量。後來幾個人各自發展，聚少離多。到咗2004年，成龍牽線散咗多年嘅幾個人仲專程飛到去上海湊埋一齊食咗餐飯。但係呢一餐飯之後，酒台上面嘅位置空得越嚟越快。沈殿霞走咗，鄧光榮走咗，張聰走咗，陳志強亦都喺2017年離開咗。到目前明確仲在世嘅只係剩返秦祥林，佢長期定居美國洛杉磯，2026年仲係公開露面過，狀態相當唔錯。但係7個人湊埋一齊影咗合照嘅日子係再都翻唔到去啦。第3章追問前妻愛唔愛自己，風流4個到底係輸喺邊一度？謝賢嘅朋友多，身邊嘅女人亦都多。最早陪佢嘅係嘉玲，當年2個人一齊拍戲，慢慢就開始談戀愛，來往咗好多年，全香港嘅觀眾都等住飲佢哋嘅喜酒。但係嗰陣時嘅謝賢深夜硬係覺得仲未玩夠，結婚嘅事一拖再拖。等佢終於諗住安定落嚟嗰陣時，嘉玲已經嫁咗去泰國，成為咗富商太太。後來佢同蕭芳芳喺埋一齊過，一個忙住讀書學跳舞，將未來規劃到清清楚楚；一個日日浸喺片場同埋飯局入面，日子過得熱熱鬧鬧。2個人根本就唔係一條路上面嘅人，冇交往幾耐就分咗手啦。佢第一段真正嘅婚姻係同甄妮，1974年2人註冊結婚，本來係金童玉女一對嚟嘅，偏偏劉家昌橫插一腳，日本酒店偶遇，當眾追求，各種嘅誤會傳言，鬧到港台兩地人盡皆知。呢段婚姻差唔多幾年，最終仲係離咗。40幾年之後，2個人喺活動上面重逢，謝賢拉住甄珍嘅手，當住滿場賓客嘅面問啦：你當年到底有冇愛過我？女人早已經係再嫁過啦，大半世人都過去，往事都已經成為咗舊相片，佢仲係執着於嗰個答案。1979年，謝賢迎娶咗狄波拉。狄波拉係選美冠軍出身，生得明艷照人，性格亦都係爽利大方。婚後第2年，謝霆鋒出世，冇過幾年啫，謝婷婷亦都嚟到呢個世界，一家4口成為咗全香港曝光率最高嘅明星家庭。鏡頭入面嘅謝家住豪宅、開名車，丈夫風流倜儻，妻子漂亮能幹。謝霆鋒出世先1個星期就被抱去影雜誌封面啦。之後每逢過年過節一家4口仲係要配合影全家福，連一次普通嘅團圓都會被做成咗雜誌嘅內容。鏡頭入面嘅佢哋就係一個完美嘅明星家庭。鏡頭背後，謝賢嘅生意同埋投資早已經冇睇上去咁風光噶啦。佢中意賭，中意馬，中意投各種嘅新項目，更係習慣咗大手大腳撐牌面。謝家到底有冇欠低外界傳嘅嗰種巨債？冇人見過實打實嘅賬單。但係從80年代開始，關於狄波拉、賭王何鴻燊，仲有謝賢債務嘅故事，已經喺坊間靜雞雞咁傳開咗。後來越傳越離譜，到最後連謝霆鋒係邊一個嘅仔都已經成為咗港圈經久不衰嘅話題。等到謝霆鋒16歲正式入行，父親過去嘅情史、債務同埋婚姻舊賬，亦都跟住一齊壓到佢嘅身上面。第4章，賭王傳聞同埋英皇賣身契，謝霆鋒到底有幾咁冤？纏咗謝家半世嘅傳聞有2個，咁巧嘅全部都壓咗喺謝霆鋒一個人身上面。第一個，謝霆鋒到底係咪謝賢親生嘅呢？坊間版本傳到有板有眼噶，話謝賢當年喺賭場同埋投資上面衰咗一個大跟斗，欠咗上千萬嘅債，債主上門追訴，屋企入面都已經被揼過啦，已經係走投無路。最後出面解決嘅唔係謝賢，係狄波拉。據說佢當時精心打扮咗一輪，親自去見咗何鴻燊。冇人知道嗰道門嘅背後2個人到底傾咗啲咩嘢，淨係知道呢場會面之後，謝賢嘅債務就係咁樣不了了之。
一場求助慢慢就變咗味，成為咗滿城風雨嘅桃色新聞。債係謝賢欠低嘅，到最後所有人追問嘅都係狄波拉嗰晚到底係付出啲咩嘢。傳下傳下，火呢就燒到去謝霆鋒身上面啦。有人話啦，佢根本就唔係謝賢個仔，係何鴻燊嘅細路仔，冇相片，冇證人，冇任何當事人嘅親口證實，就係憑住生得唔似、關係好、幫過忙呢幾片零星嘅傳言，拼拼湊湊，居然傳咗整整幾十年。第二個傳聞，謝霆鋒16歲入行，係唔係被父親賣俾英皇還債嘅呢？1995年，謝賢同埋狄波拉正式離婚。第二年，16歲嘅謝霆鋒呢簽入楊受成旗下嘅飛圖，正式出道。好快呢就有消息傳出嚟啦，話謝賢後來呢投資又失敗咗啦，欠咗一屁股債，係楊受成出手幫佢填咗個窿，條件呢就係謝霆鋒簽入佢嘅公司。呢份合約之後啊，俾人講成係賣身契。時間嚟到1997年，謝霆鋒嘅首張粵語專輯《My Attitude》推出，唱片公司將佢當成係新人嚟捧，台客卻淨係認佢呢係謝賢嘅仔。謝霆鋒後來自己講啦，從16歲到19歲，佢幾乎一上台啊就會俾人靴水樽同埋熒光棒啊，直接向住台上面飛。但係呢，佢冇被打退，淨係喺各個賽道裏面呢瘋狂發展。除咗唱歌之後，又靠電影往回拉咗口碑。吊威亞、撞車、從幾層樓高嘅地方向下跳，好多危險嘅動作啊，都係自己上。佢越係搏命，外人就會越信佢身上面背住父親嘅債，信佢咁搏命都係為咗幫謝家還錢。謝賢後來出面否認過，話自己從來都冇賣過個仔，但係冇人肯聽，亦都冇人肯信，因為無論啊嗰張合約嘅背後到底有冇一張欠條。謝霆鋒確實從16歲就開始賺錢，亦都確實用咗10幾年嘅時間，先將謝賢個仔呢5個字從自己身上面一啲啲咁樣撕咗落嚟。呢一件事諗下真係幾諷刺噶。同一個細路仔，一下呢就俾人踢出謝家血脈，話佢唔係親生嘅；一下子呢又被死死都撳咗喺謝家嘅賬上面，話佢生嚟呢就係還債嘅。裏外啊都係由人哋嚟講受罪嘅，始終都係佢。第5章，79歲打人，85歲攞影帝，佢憑咩嘢狂咗一生？謝賢嘅年紀越大，身上面嘅爭議反而係越多。69歲嗰年，佢同20歲嘅 Coco 交往，兩個人差咗整整49歲，全香港都係等住睇呢一場鬧劇收場，等住後生女仔攞咗分手費走人。結果兩個人分分合合，居然斷斷續續行咗10幾年。同狄波拉離婚之後啊，兩個人啊，亦都冇鬧成咗仇人。狄波拉後來嫁咗俾江耀成，謝賢仲可以同前妻仲有前妻嘅現任丈夫一齊食飯、行街、出國旅行，3個人坐喺同一張台上面。謝賢呢該講笑嘅講笑，一啲都唔覺得尷尬噶。外人都覺得啦，係佢睇得開，脾氣好，但佢從來都未咩溫香嘅慈祥老人。2015年，4個小生去旅行開記者發佈會，謝賢突然間當眾指責曾江，話佢拍攝期間全程坐輪椅，拖累咗成個團隊嘅行程。講下講下咧，火氣就上嚟啦，直接就企咗起身，一巴就咁刮咗過去。隔籬個胡楓啊，即刻衝上去拉住佢，現場瞬間呢亂成咗一團。嗰年啊，佢79歲，有人鬧佢呢為老不尊，脾氣太火爆。亦都有人懷疑呢一個係節目組故意安排嘅炒作。謝賢既唔出嚟道歉扮大度，亦都唔辯解自己係德高望重嘅前輩。佢後生嗰陣時呢就係愛面子，脾氣大，到老咗啦，亦都冇打算去改。又過咗4年啦，香港電影金像獎頒咗一個終身成就獎俾佢，所有人都覺得啦，呢一個就係佢演藝生涯嘅句號啦。拍咗60幾年嘅戲，資歷呢擺咗呢度啦，功成名就。往後呢，就安安穩穩坐喺台下面睇後生一輩上台領獎，但係佢偏偏就唔制。林家棟揾佢拍咗《殺出個黃昏》，佢接咗。戲入面呢，佢演一個過氣嘅老殺手，為咗演好慈母殺手嘅狀態，佢應承林家棟啊，除低戴咗大半世人嘅標誌性黑超，打破咗觀眾對佢嘅固有印象。拍攝全程亦都幾乎冇用過替身，半點前輩嘅架子都冇噶。後生嗰陣時叱咤江湖，說一不二，老咗啦，匿埋喺破舊小旅館入面，手腳咧都唔聽使，身邊嘅人亦都早已經走晒。電影上映之後，佢第一次入圍金像獎最佳男主角。3年前金像獎先俾咗佢終身成就獎，3年之後佢又憑住新角色攞到咗影帝提名。
同林家棟、吳鎮宇一齊爭獎。2022年85歲嘅謝賢打敗咗兩個後輩，攞低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從影將近70年，呢個係佢第一座金像獎影帝獎盃。佢亦都以85歲嘅高齡，成為咗金像獎史上面最年長嘅最佳男主角。呢一項紀錄至今都冇人可以破噶。個仔謝霆鋒早已經喺2011年就已經攞過呢個獎啦。父親足足遲咗11年，先終於企到同個仔曾經企過嘅位置上面。領獎嘅嗰日佢上咗台，冇講咩華麗嘅獲獎感言，淨係話啦，多謝大家仲記得佢。呢一次亦都係佢最後一次登上金像獎嘅領獎台。第6章，1億遺產全部都留俾個孫仔，防張柏芝一定係防謝霆鋒呢？2026年7月20日，謝賢嘅死訊坐實，緊接住遺產嘅事即刻就被爆到底朝天啦。各種小道消息講到有板有眼，話謝賢總資產超過1億港元，房產、股票、投資、作品版權收益全部都計在內，其中90%都留咗俾 Lucas 同埋 Creditas 兩個孫仔。謝霆鋒同埋謝婷婷只係可以分到剩低嘅1成，甚至連林青霞都被安上財產監管人嘅身份。如果呢份分配係真嘅，等於謝賢係直接跳過咗個仔呢一輩將最多嘅家底壓咗喺第3代身上面。兩個孫仔長期係跟住張柏芝生活，錢雖然就唔喺張柏芝名下，但係細路仔嘅成長、教育、大大細細嘅安排，佢冇可能唔插手。於是即刻有人跳出嚟話啦，張柏芝先係呢場遺產風波入面嘅最大贏家。離婚咁多年，留唔住謝霆鋒嘅人，反而係幫兩個仔守住謝家90%嘅家產。咁樣一嚟，王菲自然就會被安到去輸家嘅位置上面。本來就輪唔到佢嚟繼承遺產，但係所有相關嘅新聞都要專登強調一句：遺產入面冇王菲嘅名，好似只要張柏芝個仔攞到錢，就必須要有一個人輸，而呢一個輸家理所當然就要係王菲。最尷尬嘅其實係謝霆鋒16歲就被傳替父還債，唱歌、拍戲、做生意，摸爬滾打30年，結果父親一走網上面輕飄飄一句，佢只可以分到1成當中嘅一半，好似佢呢30年嘅打拼全部都唔算數。但係謝家嘅賬從來都唔係從遺產嗰日先計起嘅。2017年，一套價值8500萬港幣嘅淺水灣怡豐單位登記喺謝賢嘅名下。第二年，呢一套物業以原價轉到去謝霆鋒名下，淨係呢套房產價值已經就快追上網傳嘅遺產總額啦。淨係及住遺產上面嘅1成2個字算輸贏根本就計唔清謝家呢幾十年嘅錢到底係點樣流轉嘅。更加有意思嘅係林青霞啦，無端白事被扯入咗呢一場風波，按咗一個最信任嘅監管人嘅名頭。最後仲係林青霞嘅影迷會出面嚟辟謠，話兩個人根本就冇外界傳嘅嗰種深厚合作關係，但係佢個名已經完成咗喺呢一場戲入面嘅作用。一個同謝家冇血緣關係嘅外人，被安排守住上億港元嘅家產，張柏芝掂唔到本金，謝霆鋒唔可以隨意咁樣處置，王菲更加係掂唔到邊。呢一個設定比謝賢拍過嘅任何一部電影都似係精心佈局嘅賭局。錢唔係簡單分咗就可以完事噶啦，係被牢牢咁樣鎖住。如果謝賢真係咁樣安排，佢防嘅未必就係張柏芝，亦未必係王菲。謝霆鋒同埋謝婷婷早已經有咗自己嘅事業，身家不菲。張柏芝同埋王菲亦都從來唔缺錢。成年人嘅感情會變，婚姻會散，財產會因為新嘅關係被重新劃分。只有兩個孫仔係佢血脈入面最後生、最冇能力幫自己守住嘢嘅人。所以佢跨多整整一代人，將最重嘅籌碼直接送到去細路仔手入面。咁喺邊度係張柏芝贏咗，王菲輸咗咁簡單係佢走咗之後，用最後一筆錢重新排咗一次謝家內部嘅座次。終章，佢人走咗，佢係留低咗3個難解嘅懸案。謝賢呢一世人活得夠熱鬧，亦都夠傳奇噶啦。17歲面試落選，18歲直接做上男主角，紅遍成個粵語片時代。轉頭自己開公司做老闆，粵語片衰落咗啦，就轉去拍電視劇，攞完咗終身成就獎，又喺85歲高齡攞低人生第一座金像影帝。外國嘅人雖然分開咗，多年之後仲可以坐落嚟飲杯茶，婚姻破裂咗，亦都依然可以同前妻同埋佢現任丈夫同台食飯、結伴旅行。
呢一世人只有壓咗喺謝霆鋒身上面嘅嗰兩個問題，纏咗佢太耐啦。個仔到底係咪佢親生嘅呢？16歲入行到底係咪幫佢還債呢？呢兩個問題呢，生前就冇定論噶啦。如今佢人走咗，又留低咗第三個問題。如果嗰啲過億港元嘅身價真係有90%留俾個孫仔，佢嘅一仔一女會唔會不滿呢？冇人知道準確嘅答案。好啦，今日嘅影片呢，到呢度就結束啦。大家覺得謝賢嘅遺產分配係真定係假呢？歡迎喺評論區入面留言，我哋一齊嚟傾下。